拄啊，生活对和咱最近的迄首诗歌，我是什么人？今仔日早起第一堂，咱的神学生活领伫这个所在讲道，伊咧讲到有无同有差异是一种祝福，有无同是一款的祝福。伊用圣经罗马书第14章第1节到11节，即中间的第7节，即中间的第7节遐安尼讲，因为伫咱的中间，无一个人是为家己活，无一个人是为家己死。咱活是为基督活，死是为基督死，因为咱拢是属于主基督的人。咱感谢主，咱每一个拢是属主基督的人。我要请音控的同工音幕放起来，我要甲上尾迄首歌放来头前。咱拢知影10多年前，伫日本有一个叫金婆婆，啊，佫有一个叫做两个是姊妹啊。伫迄段时间吼，双生啊，姊妹啊，啊，伊迄段时间，日本有真侪囡仔去甲因见面，望对因来得到祝福。咱知影金银婆婆一世人，同尾啊，迄10多年，因家己根本都毋知影接触过偌侪囡仔，甲偌侪囡仔祝福，因家己，我想因家己毋知。但是下一捌看到这个金婆婆、银婆婆这个细汉囡仔吼，伫因的生命中间的确有一个结个。当伊啊感觉足艰苦，当伊啊感觉行袂路，当伊感觉老师足烦的，啊感觉爸爸妈妈足机车的，啊足讨厌时，伊敢若想到金婆婆甲银婆婆8外岁，佫会当遐尼坚持，遐尼吞忍，虽然讲因无明白上帝，但是因头前的目标一步一步、一日一日的行。我相信遐受金银婆婆祝福的人，遐细汉囝的确有得到真大的帮助。今仔日咱要用马太福音拄啊所讲，这是大使命。我先请咱最近来听这首诗歌，的确有朋友已经听过。这首诗歌是讲感谢你 ，Thank you， 感谢你。这首诗歌已经超过20年啊，一个福音的歌手所写。虽然有一个争论，不过迄个争论咱今仔莫讲。伊讲伊梦起有一天死啊，伊去天堂。伫迄个所在，伊有碰到人，伊看到迄个所在真水，金仔铺的涂骹，水晶的所在。伊听到天使伫遐吟诗，忽然间有一个人甲叫这个主角甲叫。伊笑来到这个所在，伊讲：朋友啊，你可能无熟悉我，但是请你稍等，你是我主日学的学生，老师哈，我是你的学生。当我8岁的时阵，每一礼拜。你拢会带阮祈祷，要开始的时阵，你拢带阮祈祷。我本来感觉真烦，但是有一摆，我甲主耶稣讲主啊，请你入来我的心。迄阵啊，我是8岁，即马这是副歌吼，即马是副歌。感谢你，因为你将家己奉献给主，安尼我的生命得到改变。感谢你将家己摆列伫主的面前，我真感谢你的奉献。佫有另外一个人来徛伫咧头前，有一摆有宣教士来到恁的教会。伊会分享伊的相片，互你感动。但是你毋是真好嘢，你钱无多，你将你所有的奉献出来。耶稣用迄个钱做奇妙的事，这就是今仔日为什么我会当伫遮踮咧天堂甲你见面。副歌，感谢你为着上帝奉献这一切，互我的生命得到改变。感谢你
为主来奉献这一切。我真正真感激你。真侪人一个来，伊讲在天堂顶头吼，真侪人一个来，每一个人伊的性命其实甲我拢有接触，因为你会献身，你的慷慨，你所付出的，看起来敢若亲像一寡小代志，啊，毋过将天堂落实伫咧即个地面上啊，你将天堂落实伫即个地面上。You're not supposed to cry, but I am almost sure there were tears in your eyes. 虽然踮咧天堂唔免哭，不过我相信这个感动会带互你目屎。主耶稣要牵你的手，你踮咧主的边啊。主耶稣要甲你讲，囡仔，看你的四周围，因为你所得到的是应该有的尊贵甲荣耀。这个副歌一摆搁一摆的讲，因为你的奉献，你伫主面前将家己摆列，我的性命去到改变。感谢你，因为你奉献了主，无论你奉献时间、奉献金钱、奉献你的性命，互人的别人，互一寡人伊的人生得到改变。感谢你将家己摆列伫主的面前，我真感激你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踮咧属灵教会久久，坦白讲，有时咱会亲像使徒保罗踮咧哥林多前书13章遐所写，最代志我看起来无明啊！我唔知影我到底安尼做有路用无？我唔知影我到底有付出什么无？我唔知影我为这个人祈祷到底对啊唔对？坦白讲，真侪时阵，咱可能亲像使徒保罗踮咧哥林多前书咧讲。敢若亲像咧看镜，因的镜毋是像咱即摆镜遐水，因的镜是铜所做的，所以看起来无明。但是保罗甲咱讲一项，有一日咱甲主要当头对面，每一项代志拢要清楚。这首诗歌就是用这个做基础，咧甲咱讲有一日当咱去天堂的时阵，你会碰到足侪人，一个咧走来，咱遮有人嫁给主里学。但是咱的主理学老师无在遮，因为咱的主理学老师即马在倒，我在迄边啊。你若嫁给主理学，有一天去天堂的时阵，你无熟悉的学生拢会走来甲你讲老师啊，真多谢你。有一个牧师姓蔡，已经即边已经坐半票啊。我12岁的时阵，伊是我主理学的老师。伊甲我讲过一句话尾啊，我做牧师，我甲问，伊根本就袂记，伊捌教给我。迄阵我伫中心教会，但是我会记得我读小学6年的时阵，伫咧甲上帝亲密关系顶头有一个真大的挑战。我毋知影这个上帝到底有咧听我讲话啊无？我敢若知影我踮咧教会内面，就细汉开始都爱拼拜堂，都爱做这做迄。这个上帝敢若离我真远，迄个祈祷无法度进入一个亲密的关系。我嘛毋捌碰到即款，迄足久以前哦，迄已经超过40年前。但是即个老师，迄阵我的主理学老师姓蔡，有一摆伫咧上课中间，伊讲一句话，伊家己嘛袂记啊，其他同学嘛袂记啊，伊连教我都袂记啊。伊捌讲祈祷若进入流目屎的中间，你会甲上帝极其亲密。这是我12岁时阵伫主理学中间所听到。毋过坦白讲，国经过几落年了后，我才经验到这款的祈祷。
并不是伫我小学6年的时阵，但是迄个老师的话，我一直会记得。几年前，伊超过60岁，我甲伊讲这项书，伊袂记啊。迄阵伊读台师大地理系，伊是大学生，我是12岁小学的6年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亲像拄啊这首诗歌所讲，当咱摆列伫上帝面前的时，有侪人的性命要得到改变。咱伫过去这几摆，捌用罗马人书第1章16节到17节，这段咱真熟，这段圣经咧讲，我无掠福音做见效，这是上帝权能要救朗众信的人。伫福音的内面显明上帝义第一个是对信教的信。咱顶界捌讲过这2项，福音是上帝权能，是一个拯救的福音。然后这福音是显明上帝义啊，毋是咱信变做义，是显明上帝义，是对信教信。啊，所以即马趣味的就是讲，这个福音是上帝的拯救，上帝福音。啊，要安怎？啊，这个福音要显明上帝义哦。福音毋是敢显明上帝拯救，上帝伊的怜悯，上帝听，嘛显明上帝公义。那安尼，这个显明上帝公义的福音，怎样变做我的信？怎样要变做正人的信？这就是咱今仔所读的圣经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，主耶稣甲学生所讲的话：天顶地下权已经拢总互我，所以恁就要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，甲因行洗礼，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。既然我所命令恁的，就教示因遵守各我日日，甲恁伫地。19节、20节，即句话遮长，伊重要是要讲啥？讲啥？咱拄啊讲安怎？去传福音，对无？啊，咱注意一项哦。传福音了后，耶稣的心意，敢若也无讲真满足。19节讲，所以恁就要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。中文的圣经是写讲，要去使万民做门徒，使万民做门徒。19节、20节，规段圣经主耶稣的心意，就是互人来做门徒，毋是敢若听到福音嘛？佫互因会当做门徒。啊，咱家己就要先做门徒，对吧？所以19节、20节，耶稣要上天啊，耶稣要离开学生啊，伊一个心意，恁已经是我的学生，但是我足期待佫较侪人成做我的学生。为着安尼，所以咱看到教会历史中间有足侪方法、报道的方法，望互人听到福音，佫望互人会当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咱在座真侪信仰的前辈，想看咱年轻的时阵，伫迄你的教会，也是伫咱属灵教会，咱有偌侪方法，想要将福音传出去。我会记得有个教会，若碰到第5主日，就叫做什么主日？福音主日。哦，若碰到第5主日，超3个月一届，意思讲，迄个礼拜日你会当招你的亲人，啊无信主，啊毋捌听过福音的，啊迄届的礼拜，咱会调整一下。好，第一摆来教会的人袂感觉讲，徛起来坐落去，啊，拢毋知影大家在创啥。福音主日就是要望，互人有机会成做耶稣的学生。啊，若这安尼，你就会发现出多啊。30-40年前，台湾有一个机构叫做独家文字，好，独家文字布道，逐间厝去，啊，将福音单张放伫遐，敢若像即摆的广告放落去共款。这款的虽然即摆较少啊，毋过咱看到伫个路的边啊，你捌看到安怎？有人徛伫遐啊，穿白衫啊，顶头写啥？哦，无要紧啦，不管你看到啥物款啊，伊重要就是要，迄是一个报道呢，对吧？就是毋茫互人看到来信耶稣。咱嘛看到伫个十字路口，也是讲去学校、中学、高中、国中的礼堂。啊，有基建会同工去遐介绍啥圣经，所以本圣经嘛是一个报道法，真侪即款的，咱嘛捌看过，有人踮咧弄门，两个人一组，啊，碰到门，你若人要开，伊就入来啊。你来讲，我已经信主啊啦，讲安尼好，安尼我甲你读圣经，安尼吼，嘛有即款的。咱看到时代的改变，方法的改变，
所以咱有用戏剧的方法来报道，咱有看到用电视的方法来报道，用垃圾路的方法来报道，咱有看到医治特会这款的方法，就是要互人来做文读。咱有看到用音乐的方法，个叫做福音茶会，请人食饭啦，来传福音，对吧？请人食饭传福音嘛有啊。啊，你看太侪济啦，还是讲咱古早教会讲叫做冬令救济，到甲吼。当这时阵，教会会特别去关心去救的，互因感受到这福音。还是咱最近这20年来，属灵的4个定律、福音桥等等遮，拢是有一步到小组的报道、生活的报道，无论多一款，就是要来证拄啊咱所读的圣经、教会历史顶面，咱讲是主耶稣互咱的一个什么使命？大使命啦！啊，这大使命的内容就是望。招人来做学生，台语讲招人做学生，北京语讲吼，使人做门徒。拄啊所读的圣经，咱国甲并起足实的圣经，中心点就是伫遮招百姓做学生，对不？所以你敢若一直想，耶稣爱我去招人做学生，啊，我要安怎招？耶稣爱我招人来做学生，好来，啊，要安怎招？有耶稣方法嘛讲出来，第一，去，对不？行动走出来，去，你就爱去嘛。第二个，因若要回应的时阵，就爱互因洗礼，有机会洗礼。第三，毋若洗礼了后，既然我所命令恁的拢就爱安怎？教示因。耶稣毋若敢若表达出伊的心意，佮讲出来，即个行动到底要安怎做？所以这个大使命一开始就咧讲到迄个权柄，上帝已经互伊啊。即个权柄捌互祭司。捌互遮犹太人的长老执理过，你若看马太福音21章23节，因捌问耶稣：你凭什么权柄行这个代志？捌互人执理过。但是保罗伫腓立比人书第2章第9节真清楚甲咱讲，上帝升伊到至高赏赐伊迄个名是盘价伫万民以上的。这个权柄是对上帝家己来，所以咱看到这个所在。咱为什么称作大使命？使命一大堆，这个那特别叫做大使命，因为这个权柄是对上帝来。今仔日咱领受到要招人做学生嘛，是对上帝来，啊，毋若对上帝来，佫是对万百姓，毋是干那对某一款人，是所有的人拢有可能。哈，来，所以咱第2项，咱就要看到伊讲的迄个3个行动：去、洗礼、教示、去。一个字真简单，但是伊真有力。伊要甲咱提醒的是，你离开一个真熟悉的所在、真舒适的所在、真有成就感的所在，你真感觉遐真看我。去就是要叫你安遮去另外一个所在。啊，普通时咱同经验会到，即个去就是搬厝，对无？搬厝本来就习惯啊，就算互你搬一间足大间的、足新的厝，你嘛是感觉原地遐敢若较舒适咧吼。换头路嘛是会互你去经验到迄个去的车牌，按即个工作换去另外一个工作，毋若干那迄个专业的熟悉，包括迄个关系。过来，咱即马拄好是毕业的这期6个咯，真侪学生囡仔，咱讲伊也要出社会，其实要进入社会，对学校换另外一个所在，伊会去经验到迄款。变动中间，对真熟悉、真看我、真舒适的所在，去一个无一定大家爱去的所在，这是空间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咱看到迄个去，嘛咧甲咱提醒，你着爱马上行动，因为毋知后摆有迄个机会也无。伫过去这8年，踮咧总会事务所服侍，我受交代的工作中间有一个，就是咱教会、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、甲社会、甲社团。还是讲甲遮个无共款的团体中间的即个对话，望将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有机会互因会当熟悉。啊，即中间有一个团体，拢是较属伫社团的啦，吼，属伫社团三甲斗阵，亲像讲医界联盟、台湾北社，还是啥物教师联盟、大教会啦，吼啊，等等遮安尼。啊，遮个人三甲斗阵的联盟中间，有嘛有一个组织吼，咱无一定欢喜，啊，毋过。某一个组织叫做，亲像讲，大独联盟啥等等遮个人，啊，遮个人最近开会时阵10外个，
内面就找无两个基督徒咧吼，我罗永cường牧师过来，迄阵佫伫个黄昭堂兄弟伊嘛说咧基督徒，逐摆开会也是讲有机会要做阵食饭的时阵吼，即个昭堂主席就讲，再请柯牧师祈祷。我第一摆碰到伊安尼讲时阵吼，我啥毋知要安怎祈祷，因为吼两道斗阵20外个人，我拄仔讲过吼，迄大教会会长迄阵敢若张元宪的款，伊家联名敢若是吴秋明吼，台湾基友会敢若是黄坤浩，佫交通主席伫遐，反正姚嘉文啊，啥物，我雄雄啥毋知要安怎祈祷，我咧想讲过来，你讲要祈祷，但是遮个人应该要祈祷。我迄阵啊，煞变伤客气。交通主席讲着，请牧师祈祷吼，惨惨啊落开喙啊吼，就大家做阵感谢上帝。毋但干那感谢才要食饭，嘛感谢互大家有即款的，为着一个理想、一个目标，三甲交陪，三甲联谊。4年前即届了后摆，即个团体若做阵开会，因就习惯亲像咱吟诗共款，当然因毋是吟圣诗啦。吟台湾翠青吟了后，要紧的代志讲，请柯牧师你先祈祷。交通主席已经死啊，安休1年半前安休。即摆吼，有一点仔习惯安尼。其他的人拄要举起来，袂啦，因煞习惯讲，若有牧师伫的吼，无祈祷就无用举伫安尼吼。所以即摆都换摇卡文讲，牧师你紧先祈祷吼。我阁会记得4年前迄第一摆，我差一点仔毋敢祈祷，我差一点。气就是安怎？按你真熟悉的环境啦，你什么时阵同熟悉祈祷？你伫什么款环境同事实祈祷同事实，都是咧做礼拜啊，都是伫小组的中间啊，伫家庭礼拜啊，伫探访的中间啊，去病咧为兄弟姊妹祈祷，伫遮的情形你拢真习惯祈祷对无？你若去洗头毛的时阵，甲你洗头毛迄，你看伊今仔日油头甲面，敢若就有心思的。咱甲伊讲的时阵，你讲因妈妈破病，伫家己吼无人照顾安怎？你有一个感动想要为伊祈祷。主耶稣讲去，就是即个意思。离开你真舒适、真习惯，迄个情景，毋免走到米亚马去，毋免走到印尼去。就是伫生活的四周围去，得甲你讲，离开迄个真熟悉、真有把握的处境，过来爱马上行动，因为你无一定有第2摆的机会啊。我实在是感谢上帝怜悯吼，若毋是4年前交通主席甲我讲第2摆，伊若第2摆了，我若阁无行动，伊若阁无讲，可能就无去啊吼。去就离开一个真熟悉的。模式去一个你可能挨药的所在，毋过毋是伫因的中间要成做因的人，是要将福音、将耶稣基督的救恩、将基督带到因遐啦，对无？足无熟悉，但是就是要甲救恩带去啊！马上行动去。第2个洗礼，去是咱会当行动的，洗礼是听到的人伊会回应，毋是咱帮助人去了就马上要共进，伊有回应。伊会回应出来，所以迄个洗礼是因为受圣神的感动，愿意接受耶稣基督，伊做这个决定。教会洗礼就可以会当入的基督，请加勒太林书第3章27是讲穿上基督啦，穿基督甲基督穿在身躯顶，所以穿基督了后，伊的生命成做一个新的款式，一个新的生活出来。旧的我无去，所以。主耶稣咧讲，主耶稣的心情是足爱真侪人诚做伊的学生，所以甲咱讲，恁都去招万百姓做学生。行动顶头第1个就是去，第2个就是洗礼。洗礼通互人的生命有一个新的款式。所以洗礼了后，咱犹原是一软弱的人，毋过咱一直往一个目标咧行，因为信咱称作义，然后通过这个信，咱往圣洁。伊往正圣的方向来调整咱的生活，毋是靠咱家己，是靠圣神帮助咱。主耶稣所讲的第3个行动，就是教示。
我所命令恁都爱教示因。所以咱看咱有遐尼侪造就的课程，咱拢会记得伫个《使徒行传》第8章有一个故事，迄个人迄个主角是伊索比亚的财政部长，伊对按迄落伊的所在是伫非洲的北边，然后千里迢迢东北行来到地中海边啊，有一个所在叫做耶路撒冷。这个伊索比亚的大臣，迄个时阵是讲叫做甘大基女王的手下，在总管财务的。伊拄啊去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，了后倒转来，伫路的伫旷野中间，伊咧读以赛亚书53章，非利伫圣神的感动来甲遮问讲：你读啥？你讲读有？伊讲一句话：无人甲我开帖，无人甲我解释。我要哪会读有啊？主耶稣甲咱讲对，所以咱去，然后互人有机会说咧，然后一个教示的功课伫即个所在，主耶稣交代互咱。今仔日咱熟悉的这段经文叫做大使命，但是我以爱甲咱最近来看是上尾迄句。你看大使命的中间上尾迄句安尼讲，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，日日甲恁伫地。主耶稣有英文学生足多代志，但是日日甲恁伫地，这是上亲密、上亲近的一个英文。你有欣赏这款英文无？我个人真欣赏。嘛，一直甲上帝求这款，你答应，你家己答应，我来回应你，你就答应讲日日要甲我三甲地地，你有答应兄弟姊妹，有答应所有你的囝儿，要日日甲你三甲地地，所以这是上亲密的应允啊！唔通将大使命看作是一个重担，是一个责任，那无你会真艰苦。你必须要将大使命甲主耶稣同亲密的应允甲夹斗阵。那安尼，因为有主日日甲咱三甲地地，你的生活中间就袂有重担出现。特别是要招人做学生的时阵，要招迄个卖菜，甲讲无我为你祈祷好无？当伊有困难的时阵，也是讲你的生活中间，当你要有这款。招人做学生、做耶稣基督学生的动作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迄实在是一个祝福，毋是一个重担。亲像咱拄仔所看迄首福音诗歌上尾副歌吼，伊讲感谢你，因为你伫主面前将家己排列出来。咱的手头今仔日等下咱有一个车牌，去毋是讲咱着爱逐个人拢走甲命嘛去，毋是，是你伫主面前。将大道、将奉献、将关心摆列伫主的面前，然后或者伫第一线伫传福音的人，因经验到侪人大道所带来的困难，这是真奇妙的一个摆列，将家己摆列伫主的面前。对今仔日开始有2个月的时间，毋茫即张页伫咱的圣经，还是页伫你的册桌啊，你常常。每一日拢会当为遮的，无论要去金门、要去米亚马，还是伫咱教会8月初到初3的福音队，还是7月27要去甲嘉义集团，每一个服侍者，当咱为因祈祷的时阵，咱就是甲因三甲伫个实践主耶稣所讲的招万百姓做我的学生，咱就是咧招一项。有可能有一寡青年人。伫家己无共的积分顶头，但是咱知影，因为通过咱的排列，咱要享受，也要得到这款的一个福气，就是同亲密的应允。主耶稣讲：日日我要甲恁三甲地地。